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日来为针对下背呢做瑜伽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，不可以有轮子，要坐得稳才可以哦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把椅子转过来，我们需要一个墙壁，面对墙。屁股坐上来，没有完全坐在后面，你的屁股要稍微坐前面一点点，好像要滑下来的感觉一样，坐一点点就好。两只脚往两边踢出去，手先扶好椅子，右脚先踢出去，轻轻的碰到墙壁，左脚再踢出去，也是要轻轻的碰到墙壁，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双手来到耳朵两边，可以的话靠近耳朵。手举不起来的话，我们在前面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两边的腰往上拉长就可以，背要拉长就好。好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吐气的时候往前鞠躬，让我们的手来到墙壁上扶好，往前拉长，让你的背推直，在这里，肚子要往中间收紧，层层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，视线保持在正前方，不需要低头或者是看天花板。再一次，层层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大腿是有出力的哦，没有放轻松，大腿是要出力提起来，我们的下背部才能够挺胸往前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尝试让你的手往上爬，让你的额头好像要去碰墙壁。层层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层层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手往下放到眼睛前面，吸一口气，推起来。好，右边膝盖弯曲，左边膝盖弯曲。后站起来，我们转到正前方，我们再做一次。两只手，屁股先坐下来，一样脚往外打开来，往前坐一点点，脚往外打开，从肚子的这个地方往前对折，好像肚子要去找地板的感觉。这一次双手叉腰就好，脚勾起来。好，吸气往上，吐气。一点点向前，把我们的背从屁股的地方拉上来，两侧腰也是往上拉，看向正前方。吐气的时候坐回来，训练一下我们的下背部。再一次吸气往上，往前倒下去，在这边停留，保持呼吸，不可以憋气哦。好，吸气回来，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双手往上提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往前趴一点点，还可以往下吗？加油，不可以拱背哦，不可以变这样子，往前拉出去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带回来。好，手不用下来，坐得轻后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站起来，来到椅子的后方，我们把椅子稍微往前挪一点点。待会呢，我们的脚可以的话，请你往后踩到墙壁上，会比较轻松哦。哈，好，先把我们这个先把我们的椅子放在我们髋关节，等一下我们会需要对折，跟我们刚刚练习的往前趴这个动作，我们的骨盆会放在这个横杆上面。好，往前走一点点。好，髋关节放在这边，
有些家里面的椅子比较高，在这边的话会趴在肚子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踮脚也 OK， 或者是你可以踩在瑜伽砖上面踩上去。哎呦嘛，做的好，我们放下来，双手扶在椅子上方，先往前趴下来，吸气，吐气往前趴下来，两只手往下扶到椅子的边缘。好，脚并起来，两只脚要并起来哦。好，吸气，我们先练习右脚，右脚往上提高，提到这边也没有问题。可以的话，再提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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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试提到最高，让你的脚可以轻轻的碰到后面的墙壁，踩着后面的墙壁，肚子往中间收起来，往你的脊椎的方向。深深的吸气，视线保持看向地板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把头抬高，肩膀远离耳朵，脖子拉长。再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。后面的膝盖不可以弯曲，记得要伸直哦。还可以挑战的阿公阿婆，现在我们要把手往前举，吸气，手往前提高，加油！保持呼吸，不要憋气哦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手不用下来。好，后面的脚膝盖弯曲，慢慢放下来。好，两只手扶回来椅子，我们站起来，抽在心口。我们还有左脚要做，我们有两只脚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双手叉腰。提起来，把胸椎往上提高。好，双手扶好，吐气往前趴下来，两只手顺顺的扶下来，扶到椅子上方，手可以轻轻抓着，也没有问题。好，视线保持在下方就好，不需要抬头，肩膀远离耳朵，把手撑起来，撑高。好。吸气，左脚往上提起来，这里也很好。可以的话，再往上提起来，踩到后面的墙壁。加油！保持呼吸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后面的大腿、膝盖要伸直。肚脐要吸气收回来，吐气的时候要收回来，去找你的脊椎。肚子不可以往下掉，推上来，让你的后背拉长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接下来要加强咯，准备好了吗？吸气，双手往前提起来。加油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后，手不用下来，膝盖弯曲，脚放下来。好，膝盖弯曲，我们扶起来，站着，抽在轻后。好，下一个我们做简单一点的，好。脚椅子往后挪到靠墙壁，椅子要靠好，靠到墙壁。把我们里面这一只脚踩上来，放在椅子上，尽量往墙壁的方向。好，踩好之后，我们的身体先往前转过来，好像肚脐会对着你的右脚一样。吸气，双手向上。好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像拧毛巾一样，把肚子往墙壁的方向转过去，然后手打开，撑着墙壁，轻轻的推出来，肚子没有掉出来，往上收，肩膀再转，下面的脚要踩稳哦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
沉沉的吸，轻轻的吐气。还可以的话，在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右手可以推多一点，加强这个扭转，转得更多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头先转回来，手再带回来。好，我们换边，直接走过来，左脚踩上来，脚趾头都是面对侧边，往同一个方向往前。脚踩好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我们要从肚子的地方做扭转。吐气，手撑下来，在这边。好，身体没有向前哦，踩在脚跟上，肚子收回来。轻轻的吐气，沉沉的吸，轻轻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。还可以的话，吐气，我们再加强，左手推多一点，把整个肩膀推过来。下一个吸气，头转回来，两只手带回来。收在轻后，我们坐下来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收在轻后，休息一下。好嘞，我哋繼續練習，請大家準備2個抱枕、1條瑜伽繩、2個瑜伽磚。好，你抽下來，屁股直接坐在墊子上面。如果覺得坐這樣子太低的話，下面可以做一個抱枕，放下來靠近牆壁的地方，待會我們的背會完全的靠在牆壁上。你可以直接這樣坐下來，2隻腳要往前伸，背要打直，不可以拱背，背推直，坐好在牆壁上，要這樣子。好，所以你可以選擇做抱枕，或者是把抱枕拿掉，都可以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先把瑜伽繩套成一個大的圈圈，先把繩子要順平，拉平，不可以有對折折痕的地方。拉平之後，我們從中間這一個洞開始，由裡面往外面穿出去，拉起來。好，再往第2個洞往下穿下去。好，一個大圈圈，待會這個寬度我們都還會再調整，先圈起來就可以了。好，2個瑜伽磚，待會我們會撐在手下面，所以瑜伽磚也要拿過來，放在你的身體兩側。好，我們把繩子套進來，扣環不要套在皮膚上哦，會痛。套進來。好，把你的這個繩子往前放在大腳球的地方，好，往前放。後面的繩子放在腋窩的下面，腋下的下面，放在這裡。好，2隻腳往前伸出去。好，這樣子對我來說太緊了，我們就稍微把圈圈放大一點點，讓繩子可以推緊，腳伸直，背也打直，不會往前的情況就很好。好，在這邊我們把繩子拉好，腳踢直，讓我們的背打直，這時候沒有問題了。往後坐一點點，靠到牆壁。好，雙手放在瑜伽磚上面，讓我們的背可以完全的打直。好，深深的吸氣，把背挺高，抬頭挺胸，肩膀向上向後旋開來，肚子往牆壁的方向收，腳用力的往前踢出去。慢慢的吸氣，
慢慢的吐气。每一次的吸气，都要把屁股更坐稳在地板上，感觉好像有人拉着你的耳朵往上方提高，屁股扎根坐稳地板，头顶向天花板的方向延伸，肩膀向下沉，手推稳，保持身体的稳定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膝盖弯曲，把绳子直接拉开来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做一次不需要绳子的，绳子直接放到旁边来，屁股往前坐一些些。好，脚一样踢直。如果刚刚做的时候你的脚踢不直也没有关系，膝盖弯曲在这个地方就很好。现在我们的重点在于下背部，只要背有打直都很好。好，我们做到这边来也可以哦。双手撑在屁股的两侧，手撑稳。可以的话，背打直，肩膀稍微夹紧，肚子收回来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尝试慢慢的把你的脚伸直，一点点一点点的伸直，上半身保持向上，朝天花板的方向持续延长，肚子往内收，肩膀向后，胸口打开，大脚球踢出来。再一个吸气，吐气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尝试再把脚踢出去，加油！吐气。好，放轻松，胸口放下来，脚也放轻松，往左右两边倒一倒，动一动。待会我们再做一次，我们这一次让手直接碰向地板，没有砖的支撑，直接手点地。好，一样，如果需要膝盖弯曲的话，我们一样从膝盖弯曲开始，稍微弯曲，再慢慢把腿后侧拉开来。这一次吸气，肩膀向后，手指点着地板，胸口打开来，背拉长。吐气的时候，尝试让你的大脚趾的地方往前推，胸口持续向后，肩膀向后，胸口往前打开来。深深的吸气，让肚子向外，胸口向四面八方扩张。吐气的时候，肩膀放松，胸口放松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脚再踢出去，加油！大腿前侧会紧紧的，没有问题，做得很好，表示有做对哦。想要挑战的阿公阿婆，这时候请你吸气，双手往前抬高，在这里就好。还想要挑战的人，再来，手再来，往上往上，加油！手抬不起来，我们坐在刚刚手指点地也很好哦。一样，背持续的拉长，最后一个吸气。吐气，再一个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手放下来，膝盖弯曲，很棒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，我们稍微放松一下我们的大腿。我们准备2个抱枕，脚要分开来，我们的脚往外打开，开到这边也很好，开到这边也很好。膝盖如果放不下来的人没有关系，膝盖就弯曲就可以了。好，2个抱枕，我们要放在我们的耻骨前方这个 V 字形最里面的地方，让抱枕靠着我们的身体，2个都要靠着我们的身体。我们一般在家的抱枕，躺着睡觉的那种枕头也可以的。
好，脚要记得勾起来哦。我们的肚子会完全的放在抱枕上面，所以没有一前一后，肚子空空的，不对，要放回来，贴着你的肚子。好，所以你的手会需要把抱枕抓回来。好，吸气往上提起来，吐气往前整个趴下去。好，手可以慢慢的往前走，下巴往前延伸，在这边视线可以看向前方就好，不用刻意的抬头，肩膀放松，小手臂可以放到地板上也没有问题，背完全拉长，保持延伸就好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吸气的时候，让肚子推向抱枕，让背部也向后扩张。吐气的时候，肚子往你的脊椎收，让整个上半身沉向抱枕。再一次，层层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层层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双手请你先撑回来，胸口下方，吸气，头抬起来。好，我们把膝盖弯曲，好，抱枕放到旁边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也要躺下来，放松我们的下背。好，我们从侧边侧躺下来，手扶好，先把肩膀放下来，完全的躺下来到地板上。好，在这边，两只手先扶好地板，膝盖弯曲，让你的大腿来到肚子上方，收上来。好，在这个地方，脚往外打开来，像我们小朋友刚出生一样，会把脚踢上来，左右动一动。你可以选择抓着大腿就好，左右摆一摆，让你的背在左右两侧滚一滚。还可以的阿公阿婆，腿后侧比较柔软的阿公阿婆，来手抓在脚的外侧，让你的膝盖好像要碰到地板上，左右滚一滚，放轻松。你可以把脚往外踢出去，放轻松，左脚踢出去。放轻松，但是你的背要完全的在地板上哦。屁股可以的话，也尽量把你的肩椎、你的骨盆放回到地板上，脚跟往外打开，左右动一动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。好，手解开来，膝盖放下来，脚踩回地板上。好，在这边我们把屁股收上来，让我们的背下面没有空隙，完全的贴稳地板。深深的吸气，肚子向外，让你的肚子向外之后，下背部也向下沉，贴回到地板上。吐气的时候，肚脐向地板的方向沉下去，完全放松。再一次，层层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我们从左边转过来侧躺，把自己撑坐起来。好，两只脚交叉坐在地板上，手得轻吼，神蒙太嘎。